林振昇議員，多謝主席。咁積金易平台咧，之前就用EKYC 註冊啦，咁就都發覺有一啲冒充去開戶，咁有啲騙案。咁最後咧，你哋就覺得即係智方便咧都係相對安全嘅，咁所以咧就依家就一定要用智方便先至可以登入積金易平台。咁即係局方咧就會唔會再超前啲部署，即係睇下依家仲有冇其他電子系統啊、電子服務啊，係都有一啲好似積金易平台咁嘅風險，就預早咧就將佢擺翻落去智方便，咁係會比較穩妥啲嚇。咁甚至咧就可以用埋呢個多重身份認證啦。咁係確保咧就相對比較安全，就即係唔希望話可能再有其他騙案啊，出咗事之後咧就先至將呢啲系統咧係擺落去嗰個智方便嘅。咁第二個咧就係嗰個電子證照功能咧，咁我都知道依家譬如長者卡啊嗰啲都有嘅，咁但係未來係咪有個目標可以再做多啲嘅證件咧？譬如話有啲工友佢有好多卡嘅。電工牌啊、平安卡啊、入地盤做嘢，如果佢真係有個智方便，就有晒呢啲證件，咁佢又清楚知道自己幾時去續牌啊、到期啊，咁係咪更加方便呢？咁所以想問下嗰個有冇一個目標，就係嗰個電子證照，即係可以增加幾多嘅證件呢？咁最後咧就問埋嗰個AI 助手啦。即係將來，即係你哋就話會提供一啲個人嘅服務嘅。咁將來其實係咪可以真係即係度身訂造一啲服務俾到一啲市民呢？譬如話個市民可能佢輸入啲資料，就係我係單親嘅，我嘅小朋友幾大，咁我嘅資產大概係幾多？咁原來咧你就可以即係有一啲津貼啊，或者有一啲服務咧係適合嘅。咁跟住佢揀咗之後咧，就可能申請嘅時候咧，就嗰張表格已經有佢啲基本資料啊，方便佢去申請啊。即係嗰個 AI 助手，即係將來係咪可以去到做多啲更加個人化嘅服務咧？嚇，多謝主席。好，唔該。3條問題，Daniel。好，係多謝主席，多謝議員嘅提問。先講嗰個登記啦，即係用智方便做個登入啦。咁呢一個正如我哋向EMPF 啦去推廣啦嚇，咁大家會都了解到因為我哋嗰個認證嗰個程序好嚴謹啦，亦都有對比到喺入境處嘅資料啦，咁所以呢，其實我哋相信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可靠嘅一個認證嘅一個 EKYC 嘅渠道嚇，咁所以我哋會繼續向唔同嘅一啲機構啦去推廣啦，咁我相信尤其是係金融業界啦，咁所以我哋同強積金管理局都有好密切嘅溝通啦，咁亦都希望銀行或者保險或者金融業界咧，都盡量去採用我哋智方便咧，即係用到呢個好好嘅認證嘅平台咧，去加強佢哋嘅保安嘅。咁另外關於電子證照方面呢，咁其實我哋喺智方便裡面嘅我的呢個嘅 session 裡面啦，其實大家已經見到陸續係會有一啲證照擺上去嘅嚇。咁當然啦，而家可能有一啲呢，就大家議員未必需要用到住嘅，就係譬如電子長者卡啊、綜合嘅招聘考試嘅成績啊、基本法啊、國安法嘅測試成績啊、在獄證明書啊、釣魚牌照啊、禁區嘅許可證啊咁樣，其實而家我哋都有一紮嘅證件呢，一系列嘅證件呢已經擺咗上去。咁我哋其實陸續咁樣向各個政府部門啦，咁亦都去要求佢哋，如果係之後再發一啲咩電子證照嘅時間呢，首先要考慮喺智方便呢個平台咧去擺喺上。咁至於咧頭先講，亦都有一啲關於專業嘅一啲證照啊，譬如一啲建造業議會下低啊，一啲頭先講電工牌嗰啲咧，我哋都會同相關嘅機構啊團體咧，就係去建議佢哋咧，將佢哋嘅證照咧擺喺智方便呢個隨身簿裡面咁樣嘅嚇。咁至於最後講到 AI 助手啦，咁其實 AI 助手的而且確我哋就希望咧，作為一個好似大語言模型喺嗰個
智方便裡面咁樣嚇。頭先議員提嗰個場景，正正就係我哋想做到嘅，就係話當佢好 natural、好自然地去講出自己嘅一啲想法嚇，而希望睇下政府有咩服務可以幫到佢嘅時間呢，我哋就從提供嘅資料啦，再去分析翻我哋本身喺智方便已經提供嘅服務裏面呢，就去揾出合適嘅服務，再透過我哋智方便裏面嘅一啲本身有嘅功能，譬如填表通啊啲呢，就將相關嘅資料呢已經預先填入去咁樣，令到整個申請嘅流程呢更加簡便嚇。咁呢一個係我哋嘅目標嚟嘅。咁啊，多謝議員。